嗱，由於去年咧係漠河睇唔到極光，所以今次咧卡洛斯參加咗一個9日嘅俄羅斯團啦。個團咧就包含咗先搭去北京嘅機票嘅，然後喺北京機場咧會合其他團員，再一齊出發。咁跟住咧有8日嘅旅程同佢哋一齊。領隊叫做海峰，係一個哈爾濱人。今次個團咧確實唔細嘅，總共有24人。但係由於去到俄羅斯咧，大家嘅自費項目都唔同嘅，所以唔影響舒適度。卒之搭咗9個鐘頭飛機就到達莫斯科。到達莫斯科已經係傍晚，就立即搭車去酒店。喺車上我哋認識埋當地嘅華人導遊。晶晶晶是我的名字啊，有點拗口，大家可以像家裡人一樣叫我晶晶就可以了。上一次去過海參崴都知道俄羅斯嘅酒店唔平啊，而呢間 Cosmos 咧配套算係唔錯噶啦。而今晚同我同房嘅嘉榮咧係一個健身教練嚟嘅喎。12月10號啊，琴日到達咗呢個酒店啦，我好多嘢食喎。我哋住呢間酒店叫 Cosmos， 莫斯科0°21度啊，感覺好舒服啊。其實這場俄烏衝突，我覺得打得最激烈的，並不是在烏克蘭戰場，在哪兒呀？在咱們的自媒體，在抖音上啊，所以很多人呢不敢來到這邊。那麼如果將來俄烏衝突結束之後，那來到這邊的人呢就相當之多了。也提前預祝大家呢能夠到那邊呢順利呢追光成功啊！喺車上聽咗晶晶導遊講咗而家俄羅斯同埋烏克蘭嘅戰況之後呢，我哋就嚟到呢個查理津諾國立保護區博物館啦。這個季節這些都可以忽略了，最經典的就是去看一看這個建築群。嗱，呢度已經好靚啦，啊，你睇嗰個燈飾嘅馬車。好，繼續向前行。嗱，我哋跟住地圖行過去呢，嗰邊應該有個莊園嘅。呢度好得意啊，啲鴨鴨。哇！行咗一陣就見到一座咁靚嘅拱橋咯喎。嚟到頭先導遊講個莊園度，你睇個莊園幾咁靚。呢團人呢喺嚟到呢個莫斯科第一個景點之後呢，就開始交流啦。嗱，我發現呢個團都幾得意喎，好多單身嚟嘅女團員喎，而佢哋呢都因為互相拍照，好快就變得好混熟啦。一鴨鴨。我嚟你就走啊！哈爾濱啦，去一個伏特加莊園，就係一個仿俄羅斯嘅莊園啫。今次咧就真正去一個俄羅斯嘅莊園啦。上翻車之後咧，我哋下一個目的地咧就係克里姆林宮啦。咁克里姆林宮咧其實就係莫斯科裏邊嘅一個建築群嚟嘅，裏邊有5座宮殿啦、4座大教堂啦，係俄羅斯總統府嘅所在地，沙皇都喺度住過嘅。而家排隊入宮啦，入宮檢查好多嘢㗎。經過咗嚴密嘅安檢之後咧，我哋沿住勝利橋行入去，就會見到聖三一塔啦。呢座塔咧大大話話都有500幾年歷史㗎啦。當年咧係由意大利設計師所設計嘅，而家可以話係克里姆林宮裏邊最高嘅塔樓啦。聖三一塔嘅右手邊咧就係軍械庫，而家咧就係一個好大嘅博物館。而左手邊嘅咧就係國家克里姆林宮，亦都即係國家大禮堂啦。禮堂嘅頂咧仲有雙英國徽添。喺我哋參觀緊嗰時咧，就有一班大兵哥咧就步操而過。你睇下啲女團員嘅反應。再繼續前行咧，我哋就見到3座嘅東正大教堂。由於東正教都係相信三位一體嘅，所以好多嘅設計咧都同3字有關嘅。以聖母升天大教堂為主嘅呢3座教堂咧，就分別用嚟處理正事、喜事同埋喪事嘅。嗱，而家我哋進入嘅咧就係聖母升天大教堂啦。哇，簡直係藝術，就係辦正事嗰個教堂。哇，呢度咧就係往天堂之門，不過而家唔打開啦。跟住我哋就入去辦喜事嗰間聖母領報主教座堂啦。呢座教堂咧可謂多災多難啦。500年前因為一場大火咧損毀好嚴重，於是當時嘅伊凡4世啦就將佢重建，由原本得3個洋葱頭咧起到變成9個咁多啊。所以它的上面就留了一橫，就是為了讓他去世之後靈魂能夠順利升到天堂的天梯。而你會發現他們很多下邊都有一橫，是為了什麼？防止你去世之後靈魂遁入到地獄。而喺教堂旁邊咧，呢個沙皇鐘咧就係全世界最大嘅鐘嚟嘅。
亦都係因為500年前嗰場大火咧燒到佢冚冚聲，而冷卻嘅時候咧，因為啲消防水淋到喺佢上面啦，導致到個中體開裂啊，有一部分跌咗落嚟，從此就冇辦法再發出聲啦。而當我哋準備離開克里姆林宮嘅時候咧，竟然有大批車隊啦魚貫進入，好似有大人物要嚟咁喎。喺總統府嗰度咧，好多啲即係政要嘅車，唔知係咪普京嚟咗？哇！呢個聖誕樹真係叫大啦！離開咗克里姆林宮之後呢，我哋就上翻車啦，就準備去食下午飯啦。咁喺莫斯科嘅團餐呢，都係一啲中式嘅料理。坐埋一台食飯有個好處，就方便我哋嚟自五湖四海嘅朋友都有個機會傾下偈交流一下。而午飯之後呢，我哋剩翻個半日行程呢，都會喺紅場裏邊度過啊！嗱，紅場即係美麗的廣場嘅意思，裏面有好多嘅景點喎，好似呢個聖亞西里主教座堂呢，又稱為亞西里升天教堂，有9個洋蔥頭，相當高級別啊！而紅場嘅東邊呢，就有一個叫做古姆嘅國家百貨商場，可以講話莫斯科最大嘅百貨公司啦。淨係睇個外表啊，似皇宮嘅多過似商店啦。而我哋去當日咧，由於接近聖誕節咧，喺商場外邊咧仲搭咗一個嘉年華會式嘅遊樂場添喎，有大把嘢食，又有機動遊戲，當然係好玩啦。啊！依度淨係睇個樣都好開心啦，遊樂場咁。我同幾個團友咧逛咗一陣呢個遊樂場之後咧，就慢慢行到商場嘅正門啦。好，進商場。嗱，呢一間古姆百貨商場咧，就係一座玻璃屋頂嘅3層建築嚟嘅，裏邊咧應該有1000多間商店嘅。而家我哋排緊隊嘅咧，就好出名嘅老奶奶品牌雪糕喎。冰淇淋，好吃嗎？這球吧，好好玩，好靚，好多嘢買。啊，雖然商場啲嘢咧都唔係便宜嘅，但係咧佢哋都似乎有啲斬獲喎。離開商場咧，我哋出翻去紅場嘅廣場啦，就等翻導遊咧就帶我哋上車啦。原來出翻嚟咧，導遊仲有秘密武器嘅，就係帶我哋睇大兵換班啊3個剛剛好，1、2、3。然後他再把他們2個帶回去。嗯，係慢慢做去。總而言之咧，今日一整日喺克里姆林宮同埋紅場嘅遊玩咧，要睇歷史嘅有歷史，要潮流嘅亦都有潮流。今時今日嘅莫斯科咧，亦都一啲都唔凍喎。而大家最擔心嘅俄烏戰爭咧，喺度一啲痕跡都睇唔到。明天去這個莫爾曼斯克，所以離開這個莫斯科了。莫斯科